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消息，是震惊到规个华人的业界，就是华语歌坛的天后李玟 Coco。7月初2迄天，离香港的厝内轻生自我了结，送病医了后一直昏迷，伫迄丛王生路，享年48岁。李玟的二姐伫面册来证实这个代志，讲李玟有带忧郁症。这个李玟86岁妈妈是出名的中医，一直到李玟拢已经往生啊，老妈妈也是唔肯来放手，佫想要用中医的针灸，甲心内的查某囝救回来。点一点，真心才能永远。艺人李玟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这相片拢是伊甲厝内人满满的回应。李玟的二姐初5暗时伫面册讲，Coco离开大家啊。依照香港媒体报道，李玟伫7日下晡雄雄闹会冲出疫情，后来被送到病院了后，捌恢复意识，要么意愿伫7月7日过身。一直到伊离开世间，因老母拢唔肯放手，佫想要用中医的针灸。希望講會當將李玟家救回來。痛咧就係睇住我年邁嘅母親啦，佢80幾歲，盡最後嘅努力。我媽咪係一位幾叻嘅中醫嚟嘅，佢係都要喺佢頭頂，因為話佢腦細胞已經死咗啦，佢死都唔肯放棄。李玟的二姐講，伊長期對抗病魔，因為分娩心情受到影響，體重捌只剩42公斤3。Coco 伫今年2月，佫捌頭一擺對外公開講，伊身體缺陷，講差不多攏是用一支骹佇起來，因此伊決定動手術，重新學行路。今年3月初，經過面冊鋪伊開刀治療復健的影片，甲掛名報平安，講伊是女戰士。親愛的，我是 Coco。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，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，我会加油。那这段时间呢，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。我非常想念大家，我在努力，想念你们，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。李玟予人印象都是真乐观。7月7日迄一天，佫专业录音互伊的迷众听，即摆听来，予人真唔甘，演艺界嘛真可笑。歌手颜艺良分享几年前去看李玟的演唱会，表示讲永远保持对李玟的爱。阿玲嘛打出伊的相片，伊讲伊是李玟的迷众，即马伫听伊的歌，希望李玟一路好行。萧敬腾嘛感谢伊长期来照顾，希望伊伫另外一个世界欢欢喜喜。孙燕姿有抛出甲李玟的相片，感谢伊总是带予大家上美好的笑容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